Hello，我係準家居設計師 Elise， 今日會帶大家睇一個公屋327尺簡約風嘅裝修單位。咁戶主就一家3口，佢哋需要做一個2房嘅設計規劃。咁玄關入戶嘅位置，我哋就做咗一個獅子櫃啦。咁佢就function上就做咗一啲鞋嘅儲物啦，同埋一啲餐邊櫃收納一啲零零散散嘅物，咁上面嘅位置就做咗一個玻璃飾櫃，咁戶主去比較多一啲模型飾架嘅收納，所以呢個位留咗比較多嘅空間俾佢哋做一個展示。高身櫃位置呢度啦，為咗隱藏傳統式嘅暗拉手啦，咁我就做咗一個高低嘅層次櫃門啦，咁就將原本嘅暗拉手隱藏。電視特色牆嘅位置，我哋留咗一組高身嘅飾櫃啦，都係做展示嘅作用啦，咁就取代咗一個吊櫃，令到成個空間更加寬闊。咁延伸到呢邊係單位主人房嘅暗門啦，咁我哋就將佢連接咗電視特色牆，令到整個設計更加一致。飯廳飾櫃方面啦，咁層板呢個位置咧，我哋係特登留咗一個中空嘅位置啦，放一啲盆栽、富貴竹之類嘅植物啦。咁櫃門呼應翻玄關嗰邊，我哋都做咗一個內推弧形嘅暗拉手啦。咁延伸到仔仔房呢邊嘅位置，我哋採用咗一個玻璃嘅材質啦，盡量將呢個戶型窗裏邊嘅光引翻入嚟客廳啦，就令到嗰個光線更加通透。嚟到仔仔房嘅位置，咁呢個單位依然係用家私間房啦。咁雙面櫃嘅位置有一部分就留咗嚟做書台啦，另外一部分係衣櫃連埋油壓床。咁大型嘅儲物就全部都收晒喺床裏邊啦。咁小朋友日常嘅學習空間啦、休息空間同埋收納空間，呢間房都已經滿足。嚟到主人房嘅位置啦，主人房咧，我哋做咗一個大型嘅儲物櫃啦，咁就將所有衣服嗰啲都集中向呢邊做儲物㗎啦。咁櫃嘅一邊啦，就床頭位置啦，我哋就做咗個護角啦，就防止佢撞到。然後下面嘅位置，我哋就延伸咗出嚟，做咗一個床頭櫃嘅作用啦。另外呢邊就係主人房嘅梳妝台同埋電腦台啦。咁床尾嘅位置，因為剩咗少少，所以我哋都做咗一個儲物嘅櫃仔。廁所嘅位置，我哋縮窄咗原先嘅門框，就改用咗 PD 門啦。縮窄咗嘅位置就將一個廁所嘅櫃就延伸過去外面啦。咁就盡量將廁所嘅儲物空間打爆啦，滿足平時備貨嘅需要啦。浴屏方面，我哋選用咗弧形嘅浴屏啦，盡量減少一啲尖角啦，去令到嗰個空間使用上更加靈活方便啦。咁喺硬裝方面，因為公屋嘅瓷磚我哋唔喐得，所以我哋就用咗護牆板呢種物料啦，去幫廁所全部牆身做咗個修飾。咁嚟到廚房嘅位置啦，咁因為廚房嘅空間有限啦，我哋就將雪櫃放咗出去出邊，咁就盡量釋放台面嘅空間。咁嚟到呢度啦，水位、火位啦，咁動線就好順暢啦，拎嘢、切嘢、洗嘢，然後煮嘢。咁儲物方面啦，我哋就做咗一排高身吊櫃啦。咁用色方面啊，我哋下櫃就用咗一啲木紋啦，咁上面就簡約用咗一啲奶卡色咁樣去襯翻。記得留言讚好啊，同埋訂閱我哋頻道，你的理想家居盡家居。